继续来关心咱台湾对7月到打连续3粒风台的来，这台湾人权促进会就指出，有真侪外籍渔工拢去船头家要求讲，这风台天同款要继续留伫咧船顶顾船，根本就是不顾人命。呼吁中央政府甲地方该当要有所行动，保护这渔工的权益。三道溪风台10月车冲到南部，强风一阵，搁一阵。东港渔港内面是瓦港避难的渔船，对着海涌浮浮沉沉。海面上过当看到烧浪长到一半的船身。这画面不是对岸边翕的，是留伫渔船顶台外籍渔工用手机录影的。台风期间，渔船可能会有一些碰撞，或者如果绳索没有绑好，可能会造成船东财物的损伤。普遍来讲，渔工在台风期间，在船东的要求底下，还在船上顾船。台湾会指出，拄侵蚀台湾的狂烈风台，也受不少外籍渔工向要求讲爱留伫咧船顶，安全真有问题。中央和地方随爱采取行动，当将咧风台侵蚀台湾的时阵，保护即寡防强并留伫瓦港渔船顶头渔工性命。渔业署是回应讲，目前由地方政府按照渔港防护能力，也个渔船档位顶综合考量下上花避风令，也个捞船的人数。如果船上都没有人，比如说你拦人没有办法去处理啦，这个会造成渔船、渔港的灾害。台风的强度已经大到没有办法去做这些那个紧急应变的话，那当然人命安全是第一考量。我们全部上来就是要全部上来。渔业署表示，尊重地方政府对捞船也个上岸决定。若阵地方政府下上岸避风，船头家跋到安置外籍渔工的时阵，目前全国有13县市42大临时安置处所会当利用。若阵船头家应该撤离，却无撤离，会当按照在方法要求地方政府甲船头家开发。记者综合报道。